其實你每一下呼吸都係資訊。天地行雲雨絲一樣係信息嘅，信息嘅流動。你吸收到咩？你接收到咩？會唔會接收錯誤咧？會，一樣會接收錯誤。而家就話呢啲都係構成你生命嘅障礙。再講落去就不得了啦，更深。所以大乘佛教出就要重新處理呢啲問題，真正解決生命嘅現實困境，而唔係只係離開現實社會喺經院裏邊、喺寺院裏邊進行抽象嘅思辨，咁樣係唔足夠。必然要入世，入世做救度眾生嘅事業。所以大乘佛教必與眾生同在，必喺現實嘅人間裏邊行道，行到人間，喺人間裏邊行道。所以由太虛開始講人間佛教，講人生佛教，成為今日台灣佛教嘅主流啦。今日大家接觸非本地嘅佛教，多數都係台灣嚟㗎啦。一係就藏密，一係就台灣。台灣佛教就太虛嘅傳統，就講人生佛教、人間佛教，就將佛教嘅思想用喺現實人生。但點樣用喺現實人生咧？呢個大課題。點樣用咧？呢個就一般嚟講，就做慈善救濟嘅事業咯。好似基督教咁咯，好似教會咁咯，開學校咯，起老人院咯。邊度有災難去救濟佢咧？做救災嘅工作。呢啲西方教會做好多啦。東方嘅宗教遠遠落後咯，遠遠落後真係。好似香港咁，都慢慢咧識得咧開多啲佛學嘅課程啦。30年前係零嘅，冇人出嚟講經。邊個出嚟講經？出家人唔會講，在家人更加唔敢講。就只有我哋發呢啲先係真正嘅大乘精神啊嘛！你要與眾生同在。你要去解決佢哋嘅生命問題，但係解決有解決嘅深度，唔係淨係救濟。救濟好重要，亦都係應當之義。社會嘅救濟、生活嘅救濟，關獨孤寡嘅救濟都係應該嘅。但係咁樣咧，只係生活咯，仲要做思想教育嘅工作。因為真正嘅救係救佢嘅思想，真正救係救佢嘅思想。思想唔得救。其實你幫唔到佢啲乜嘢，你要開啟佢嘅心啊嘛，轉變佢啊嘛，令佢有正確嘅價值觀念啊嘛，要有正確嘅思維啊，正念、正語、正行、正思維啊嘛。咁你唔做教育點救？所以一定要做教育工作。呢啲就係我哋行過嘅路啦，亦都我哋嘅經驗。咁而家就係話大乘嘅精神就係繼承呢種精神而出。就要對眾生進行教化，用宗教嘅説話講就係救道。今日嘅語言講就係教化，就係教育，就進行生命教育，對眾生進行生命教育，直接向佛陀學習。所以菩薩道必出，直接向釋迦牟尼前生修行嘅經驗學習。所以唔需要依賴僧院，唔需要依賴呢啲論議。直接睇下佛陀講過啲乜嘢，所以從歷史文化角度講，呢個時候就產生好多大乘經典。咁大乘經典出，核心嘅主角係邊個咧？就係菩薩。反而佛陀咧，往往咧就只係作宣導嘅人，就講教義，講啲最重要嘅思想。然之後咧喺佛陀宣講之後，去實踐佛陀嘅教導嘅人，代表佛教精神，揸住呢支佛教嘅旗幟，敲打法鼓，吹起法螺，上戰場嘅，同諸魔作戰嘅，同群魔作戰嘅就係菩薩。佛陀好似喺戰場上面嘅主帥一樣，坐喺後邊。然之後咧上去前方打仗，同啲諸魔同外道，同呢啲異端邪說，同呢啲迷執嘅眾生決戰嘅就係菩薩。所以搖法旗，響法螺就係呢啲菩薩嘛。上戰場披起戰袍，真係咁樣講㗎。呢個唔係一個屁，唔係我講嘅屁，係經典講嘅屁。
所以《般若經》就講呢啲。菩薩就係披起戰袍嘅戰士，菩薩就係披起戰袍嘅戰士，就要作戰嘅。喺呢個五濁惡世裏邊作戰嘅。所以大乘經典一出就要講呢啲咧菩薩嘅精神，講菩薩精神就要講菩薩嘅修養啦。菩薩有呢種使命，有呢種擔當，靠乜嘢？就因為佢有呢種精神修養。精神修養靠乜嘢？就靠菩薩嘅智慧同慈悲。所以《般若經》出就講菩薩嘅智慧，菩薩嘅智慧叫做般若，般若波羅蜜多。般若波羅蜜多就最圓滿嘅智慧咁解，最圓。點解最圓滿啊？因為佢可以讓你得到如實觀，如實觀空，如實觀諸法實相。而菩薩能夠得到般若，關鍵喺邊度？關鍵就係能夠實踐六道，特別係布施。布施即係付出自己，關心眾生，關懷眾生所需，特別係佢嘅成長，幫佢成長，付出自己時間、精力、心力，關懷乃至你嘅學問你嘅修行嘅經驗，教佢，讓佢可以好似你咁，成為菩薩道嘅一員。靠乜嘢？就靠你嘅慈悲。所以菩薩有兩隻腳，一隻腳就係慈悲，一隻腳就係般若，就係智慧。就可以行道於天下。《般若經》就係講呢啲信息，產生咗大量經典，大小品般若，然後就係我哋講過嘅兩本比較份量比較少相對嚟講嘅經典，就係《維摩經》啦，然後咧就係《金剛經》啦，乃至大家耳熟能詳嘅《心經》啦，呢啲我哋都講過晒啦。呢個般若經係般若經典。咁般若經以外咧就唯識啦。第二個系統就唯識。唯識就講咩咧？就解釋我哋嘅心識嘅活動。譬如頭先所講，現實嘅生命就係被無數嘅無明煩惱所捆綁，一重一重結構性咁樣咧障蔽咗我哋，成為生命嘅一個現世結構。你嘅肉體啦。你嘅心理本能啦，你嘅認知本能啦，你細細累積嘅習氣啦，自我形成嘅觀念啦，輪迴流轉裏邊咧嗰個好複雜嘅意識嘅活動嘅過程啦，構成嘅意識流啦，唯識嘅系統就講呢，就解釋現實生命嘅結構，解釋現實生命嘅結構。從經驗入，從現實層次入，咁呢方面咧就相當複雜，而且嗰個思辨嘅要求相當高，即係要有好嘅思維能力，理解能力、思辨能力，你先有能力咧了解唯識處理緊咩問題。咁第三個系統咧就係而家我哋要讀嘅自性清淨心嘅系統，就係如來藏嘅系統，就講佛性啦，講如來藏。第三個系統嘅經典，譬如咩經咧？譬如我講過嘅不增不減經，好短。又譬如我講過嘅大般涅槃經，又譬如講過嘅如來藏經，呢啲經典咧都係處理心識嘅心性嘅問題，亦即係處理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嘅問題，又或者佛性嘅問題。就要交代喺眾生生命裏邊有呢個無漏嘅心性，無漏也者就冇煩惱，冇煩惱從正面講就自性清淨，本質上嘅清淨，嚟到説明咧眾生皆可成佛嘅根據，眾生皆可成佛嘅根據。咁我哋而家講聖萬經咧，就要順住呢個系統講，呢個第三個系統。第四個系統係咩咧？就講法華，就法華嘅系統。法華必須要獨立成一個系統，因為佢好明顯喺大乘嘅經教裏邊咧，佢係自成一系嘅。雖然佢只係一部經典，就係《法華經》，但係因為佢提出嘅思想提出嘅方向、提出嘅大乘嘅精神好獨特，所以好有理由後世稱呼《法華經》為經王，經中之王。所有群經之中，以佢為王，以佢為首，
係好有眼光嘅，古人咁樣去評定，非常之有眼光。因為《法華經》講嘅義理，的確係同一般經教嘅義理嘅層次。一般經教咧就處理具體問題，《法華經》係處理方向問題嘅方向，大乘佛教嘅方向。簡單講就點解你要學佛？點解你要做菩薩？點解你要發四弘誓？點解你要決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點解？點解？為了什麼？點解唔係好似小乘咁講修菩提分法、修八正道、求取個人嘅解脫就足夠咯？點解唔係咁？點解你要學菩薩道？法華經就俾答案。點解學菩薩道就可以解決生命問題？法華經俾答案。點解我哋讀佛經有咁多唔同種類嘅佛經？每本佛經都處理唔同嘅問題，有啲互相一致，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互相對反，有啲講空，有啲係講有。好似而家我哋講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照傳統嘅講法就有部嘅經典就講有，就同講空咧就唔同咯喎。講空咪般若經，萬法皆空，係咪啊？一切法如幻如化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夢幻泡影就係空。金剛經就係呢個意思啦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虛妄就因為佢空嘅，你執着佢就係虛妄。明明冇，你執着佢有，咁咪虛妄咯。咁呢啲經典就講空啊嘛，就破執噶嘛。而家咧我哋讀聖萬經就講有講有。乜嘢有啊？就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係有嘅，係有，係實有，真實存在。所以用真實性體，性體唔係空。般若經大智度論講性體第一二諦就係空。而家講性體唔係空，性體係咩？性體係有，有乜嘢？就有如來藏自性清淨。咁又講空又講有，咪相反咯？係咪啊？咪相反，咪互相對立咯。咁一般人就好難理解，即係讀佛學就好難理解，你學佛好難理解。咁究竟係有定係冇啊？好多人好簡單啫嘛，唔該你俾個答案我，係咪啊？講清楚佢。咁究竟真係有定係冇啊？佛學係咪先？所以好困擾人。佛教嘅思想就係因為咁廣大，點樣講都得，都係指向同一方向，所以佢高明就高明喺呢度。但係困擾人艱難亦都艱難喺呢度，一般人係冇辦法進入，冇辦法理解嘅。一般人都好簡單啫嘛，就係希望得個答案，即係中定奸有啲小朋友睇粵語長片咁，石堅啊梗係奸㗎啦，關德興喎梗係中㗎啦，係咪啊？黑白分明咁樣一定係。小朋友就可以咁咯，你長大就唔可以咁噶嘛。長大個思想要有層次㗎啦嘛。但係層次嘅思考就係立體嘅思考，一層一層上嘅，會上進嘅，會超升嘅，會有唔同嘅展現嘅。思想世界、人生嘅境界有唔同展現。呢個係立體嘅世界嚟㗎嘛。咁一般人邊有立體世界？一般人都係好平面化、扁平嘅人，所以接觸唔到。冇辦法上到去。咁《法華經》咧就係解釋點解佛陀咁得意嘅，講咗咁多唔同嘅經典嘅，而且咧自己自打嘴巴嘅，自我推翻嘅。講完 A， 然之後咧個冇攞嚟講非 A 嘅。講完有，然之後個冇攞嚟講冇嘅，講空嘅。空下又話有喎，係咪啊？好困擾，非常困擾。《法華經》就係處理呢啲問題。其實到最後就翻去佛陀嘅本懷，就去講經説法嘅真正嘅初衷、初心喺邊度？然之後指出大乘佛教嘅方向。所以《法華經》必須要獨立成一個系統，佢唔能夠歸入去般若系統，又唔能夠歸入唯識，亦都唔能夠歸入聖曼呢一類嘅講自性清淨嘅如來藏佛性經典。呢個第四類經典，第四類思想系統。第五類咧就另有一類，不過呢個唔講住啦，將來。